台湾 Can Help 讲到这缅甸站发生大地震了后呢，屏东县国际人道救援队伍总共40个人在今仔透早着集合台兵等待缅甸的通知。那收到因的通知呢，就当随飞到现场甲因支援救灾。总统赖清德也伫咧社群媒体顶头发文，表示台湾会甲国际社会做伙来关注救灾进展。那准有需要，台湾愿意提供协助。安尼讲到进前呢，有一位伫咧万德勒失踪的台湾人，目前是有联络到啊。不过有另外一对翁仔某呢，其中有一个已经走出来，也那另外一个还佫掉伫咧倒去的饭店内面，需要去解救援。车队整理出发，缅甸强烈地震了后，屏东县国际人道救援队总共40人，甲高雄市搜救到南坡、离高拢到消防署训练中心来台兵，准备好随时要到当地来支援救灾。总统，缅甸强震，我方会协助泰国跟缅甸哪一些协助呢？总统赖清德也伫社群发文，表示台湾会甲国际社会斗阵关心救灾进展，若有需要，愿意提供必要协助。外交部指出，咱驻泰国甲缅甸代表处拢伫第一时间向两国政府表达，台湾会再派搜救队，不过伊愿等待缅甸甲泰国两国考虑整体状况了后来做出回复。也来原先团出伫曼德勒失去联络的民众，即日已经联络到啊，不过还有一位民众伫等待救援。住处已联系上曼德勒当地因建筑物倒塌而失联的女性国人，她的人身平安。另有一对国人夫妇所在的旅馆倒塌，先生已脱困，仅有轻伤，太太则与旅馆的员工受困于倒塌的建筑物中，但仍可对外通讯。当地人员目前试图救援，住处也持续与相关的国人保持联络，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的脱困。另外，伫缅甸最成立30年的大商詹春云接受公司新闻时讯访问时讲，地震迄时人正伫咧第一大城阳光，伊讲当时感觉又较真严重。其实地震前一天，伊才到曼德勒去出差，伊讲伊算好运。时间摇晃应该只有3-4分钟而已，不是很久，但是它那个震度是在缅甸人的标准是非常大了。在我的那分公司，就是围墙是有一半倒，仓库里面的货全部都倒下来。本来就缺电了，然后这一次昨天整天阳光都没有电，今天早上才到，所以恐怕电，然后救援跟通信这些可能是更大的问题。詹春云讲，政无熟悉台湾人有伤亡的情况，也过曼德勒的灾情真严重，加上首都奈比都机场甲曼德勒机场受创严重，烦恼国外救援，若是要来到灾区，恐惊要一段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